主辦國意大利喺分組賽表現非常穩定，領隊維仙尼起初以維亞利、卡尼華利等人作為攻擊選擇，但一名本來唔係正選嘅前鋒突然改變命運，佢就係托圖史基拉斯。史基拉斯效力祖雲達斯，賽前並非世界級巨星，但喺揭幕之後逐漸爆發。佢對奧地利後備上陣頂入致勝球，其後對捷克、斯洛伐克、烏拉圭、愛爾蘭、阿根廷同埋英格蘭都有入球，最後以6球奪得神射手。意大利防線同樣令人印象深刻，門將辛格連續5場保持不失球，創下世界盃紀錄。巴里斯、馬甸尼、貝高美及費利等人組成嚴密後防，幾乎令到對手難以取得清晰機會。意大利喺16強以2-0擊敗烏拉圭，8強以1-0淘汰愛爾蘭，一路保持零失球。對愛爾蘭一戰，史基拉斯補射建功，協助主隊晉身4強。愛爾蘭首次參加世界盃便打入8強，係另一段嘅難忘故事。游擊查爾頓領軍嘅愛爾蘭踢法直接硬朗，重視長傳、壓迫及定位球。佢哋分組賽3場全和，16強面對羅馬尼亞又踢成0-0，互射12碼勝出。門將邦拿撲出添迪嘅射門，大衛、奧拉利射入決定性12碼，令愛爾蘭全國陷入狂喜。雖然8強不敵意大利，但呢支球隊已經成為愛爾蘭足球史上最具代表性嘅一代。巴西喺1990年嘅表現令人失望，教練拉沙朗尼帶領球隊改踢更保守嘅3中堅陣式，同傳統森巴足球形象相距甚遠。羅馬里奧因傷影響，只能有限度參與。白蘭高、鄧加、卡利卡同埋米拿等人雖有實力，但整體創造力不足。16強面對阿根廷，巴西全場佔優，多次製造機會，可是馬勒當拿喺下半場一次突破，吸引數名守將之後，送出妙傳與簡尼基亞，後者射破塔，發雷爾大門。阿根廷以1-0淘汰巴西。呢場勝利被視為馬勒當拿意志力與比拉杜實用主義嘅代表作。阿根廷整屆賽事踢得相當艱苦，馬勒當拿受傷，狀態明顯不及1986年，但係佢嘅存在仍然牽動整隊攻守。門將哥耶高查成為另一位英雄。16強對巴西之後，阿根廷8強面對南斯拉夫，雙方0-0之後互射12碼，馬勒當拿主射被撲出，但哥耶高查連番救險，協助阿根廷晉級。4強對意大利，地點正係那不勒斯，馬勒當拿效力拿波里嘅城市，呢個令到比賽氣氛呢極為複雜，因為當地球迷一方面支持意大利，另一方面呢又視馬勒當拿為城市英雄。意大利對阿根廷嘅4強成為整屆賽事最具戲劇性嘅比賽之一。史基拉斯先為意大利入球，阿根廷即由簡尼基亞頂入追平，咁亦都係辛格喺本屆第一次失球。雙方加時仍然1-1，進入互射12碼。哥耶高查再次成為主角，先後撲出當拿東尼同埋斯連拿嘅射門，阿根廷淘汰主辦國晉級決賽。意大利球迷嘅夢想喺那不勒斯破滅。史基拉斯雖然之後喺季軍戰再入球，但主場奪冠嘅希望已經結束。英格蘭呢喺呢屆賽事亦都留低極深嘅印象。波比粒神帶領嘅球隊由分組賽慢慢進入狀態，柏列、華道、連尼加、加斯居尼、卜查、史超活、皮亞斯等人組成兼具力量與技術嘅陣容。16強面對比利時，比賽接近互射12碼嘅時候，柏列喺加時最後階段以精彩窩利射入，協助英格蘭晉級。8強對喀麥隆，英格蘭一度落後，但連尼加兩射12碼反勝，